建議咧係精簡政治史，增加文化史。咁多嘢唔玩，你使唔使玩屎咁核突嘅嘢啊？聖誕講史，改課程又關洗腦事。啲題目咁悶，真係難怪 TVB 唔播啦。但其實係大家先入為主啫。如果我哋能夠反轉呢個觀念咁就得啦，夠膽埋嚟答下佢。你話中史科係好悶，好悶，好悶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科科都可以好悶，科科都可以唔可以唔悶。問題關鍵呢，就專業教師嘅水平。連紅底呢個佢都興興地，跟教育局近日就修訂初中中史課程，展開1個月嘅諮詢啊。點改呢？咪就係濃縮嗰啲背到你死嘅朝代興衰，加入文化史、中國近代史同香港史咁啦。3年要教咁多嘢，唔知阿常話難教，但你又可能會話啦，切，教香港史咪本土咯。嗱，聽埋同學仔點講先啦。課程去修改就係為咗呢個國民教育同埋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嘅話呢，其實係咪呢個騎劫咗呢個歷史嘅教育？本身我上堂都瞓覺嘅時候悶到，咁我點會提升到呢個國民身份認同呢？中 point 啊，事關份諮詢文件都寫到明噶，而且所謂嘅香港史都係為增加學生對國家嘅歸屬感，擺明換個方法教你見到升旗要酷同撩脷咋。香港同中國係有互動。第二，中國文化或者中國嘅歷史落咗嚟香港之後呢，其實佢亦都有自己嘅本身嘅特色嘅。喂啊，李委員啊，人哋而家質疑改課程嘅用意係洗腦，唔係問你讀呢啲有咩好啊。蘇 B 都忍唔住讀晒文件相關內容出嚟串佢。咁啊，同時確立國民身份認同。你想唔想我繼續再數落去呢？咁記者節目下繼續追問佢，係咪為咗對抗港獨思潮要及早洗腦？佢又叫人問翻教育局喎。咁啊唔得掂，出訪前呢，梗係冇正面回應啦，淨係話事前聽咗好多意見先出諮詢嘅喎。